好，欢迎收看今日嘅福气类类嘅节目。今日你咧讲医疗哦，来大家咧讲嘛嘅，大家有发现冇？系讲你身体有其实冇爽爽，不讲系很多啊，来讲其他嘅问题，大家会想讲，我系适宜看中医，还是适宜看西医？啊，有啲咪讲，先看中医，啊，有啲讲，我先看西医。今日绕墙都系理解中医师来到节目地度，啦，大家咧分享，嘛嘅东西要特别注意，到底系看中医好好，然后讲看西医好好，今日咧分享你记唔记先生，佢系理解范姜景年先生，范姜先生。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系范姜景年。范姜先生来到节目地度哈，事实上理解下节目一开始讲嘅，当然伊一开始系讲，今日早先看伊咧，胃有点冇爽爽，头哪有点痛，我想去看先生，看中医啊，看西医，所以，你一开始先简单的分享一下，到底看中医啊，看西医。事实上，我做医生嘅經驗嚟講，常常有患者落嚟寫上，你中醫會看冷度麼？會唔會看感冒？當陣時我講感冒你就冇平藥啊，有人確實是就兩冇平，就千萬年來真係要安尼冇平。奇怪，大家慢慢要安尼觀念，因為成日你下要天時資訊嘅傳達，本大家一隻錯誤嘅觀念，是咁樣講，當到冇平一定看西醫，甚至看唔好人去看中醫，事實唔係安尼嘅。我嘅感覺是講，你係冷度嘅時候，除非你足夠燒，因為高燒不退40度、40.5度，夠燒嘅時候，你本西醫看，你打針，又係講退燒針了，係急性期，係本佢用下冇問題。其他嘅事件就話，因為我冷度造成紅熱嘅時候就話，輕微嘅高燒啦，又係講喉嚨痛啦，又係促啦，又係有其他埋前頭貴性酸軟痛。實際都按你門診嚟看一般嚟唔講中醫、西醫，按時做得咧，唔是講大家。自己嘅台資人要門診爆量，等看只冇平啲，佢將先是弄睇以後，浪費嗰些冇比較。其實你今日講咧，老鄉親朋友講，你是做得看中醫，你是做得看西醫，本來是係中醫西醫，當到佢哋做得照顧嘅問題冇強弱，係相互來配合，又係講要到本中醫來做，要到本西醫來做。我就先生講到非常好，從我要解同時，佢可能有點肚臍痛。佢啱講肚臍痛，從我嘅觀念，提早係上到嘅時間，你趕快去掛號，你就趕緊掛號看先生，讓你看肚臍痛用，你找超音波啊用，其實人講叫某我適宜看中醫，我講肚臍痛看中醫有效係叫認到，結果佢看中醫先生看醫啦結果真實嘅改善到非常嘅好，喺個先生咪講出動到嘅，我遲到當場去看西醫站，看照超音波站，到底可能談到嘅醫生驗證嘅結果。所以像先生講嘅，一般人看到，你係會知道，家家要看只西醫，當然好驚。不過從我媽媽是會講，你適宜看中醫。冇錯，因為按冷度要話，你講平頭要話要8人種、150人種你講流行性病毒要話假使講 A 型、B 型啊，你講副流行性病毒1、2、3、4、5、6，你喺各種嘅病毒要話，你講一般來講佢嘅前頭是安因，中醫到西醫完全冇共同嘅出發點是講，西醫點係差唔多，你病毒我用埋藥去殺滅啲病毒，佢用安尼角度去處理啲目標，佢抓不到那個病毒法藥這種藥是可能是不要用強效的抗生素啦，也很容易去處理。中醫唔係看前頭，增強你的免疫力，改善你的體質。因為講除了講按治療以外，按一般嚟咪會講，平常時你一下開始要讓到是講建議多喝開水嘛，多休息。因為講平常時嘅法藥你是可能把是維他命 C 類的多攝取，人家講像該乜嘅含鋅類的，你不管是乳酪啊，人家都像我一天一般來講法，會建議他吃。用中醫咪講當試板呢，咪睇下醫生當個老古董啊，透過做長跑馬掛嘢，唔係安尼。因為現在中醫會與時俱進會西的優點安尼咪學起來。如果是講安尼可以放出用藥嘅方式就話，完全到西醫嘅觀念冇共用，係咪參考佢嘅體質，你在為燥為苦，又係講你嘅大便又話你係硬啊，又係軟啊，或尿色係黃啊，也淺啊，因為這個體質狀態不一樣，然後再搭配上講，要出汗冇出汗麼？用藥方式是冇共用嘅，你講會上。
台上也游啊，吼，有演戏冇演戏，落来是为死，啊，面色是拍顺，就哎，真因此厨房用药是完全冇用药，那然后。唔会讲像讲西用头脑痛一概就是普拿疼。冇错，线上讲的就是西医就是你哋系讲很多来做举例哦，哈，比如你感冒很多头脑痛哦，头脑痛的时候帮你头痛药发炎消炎药，比如讲，可是线上讲的中医，因为很多本来是你身体嘅免疫力嘛，哈，所以都讲感冒它其实有一个周期，对，没错。所以伤心一球动干苦的这些西医是让那个症状是不那个压落，不过。对性上来讲，中医改过量，你把免疫力先提升，身体先顾好，那自然而然它就会好。你按是讲一下哈，一种你曾有食物嘛哈，就冷到些吼，本是个退烧，然后吃落去就话寒緊出，係，寒出就冷個燒就燒是退下來的，結果感染又燒又加熱咧，我是拄到人開始做些，20天些嘅有隻房價又話有12天，1禮拜吼4度係急診。都發高燒啊，39度、40度、40多度，4度急診，他就緊打退燒藥，緊壓，所以我哋方式是完全冇用嘅，我哋是會倒霉落啦吼，我第一個建議吼，叫佢看按你中醫先，按是用調整給小孩子的脾胃。提振他的食欲，好吸收能力，按改變個體質。中醫老師還冇強勢，按你着重在體質的調整，你只個免疫力來上來些有啊。冬天是個時候，冬面的個幼稚園那些有啊，譬如小朋友話浪到，因為浪到上5度，佢冇健去講就浪到。因為佢體質改變，免疫力提升咧。不過大家講到咧，其實線上講到非常好，是而家中醫嘅觀點。不過除了환毒之外，你咪有隻比論講吼，我像你現代人都係安樣嘅。我像今日胃有點怪怪係咪有一些胃痛啊？講有點腫，大家會講唔是看線上嘅，我下介胃酸啊來試下。係冇咧，你去到日本有咧，即會買像日本嘅胃肉啊，嘛介像大家可能都當地嘅嘛介，我看冇到安樣嘅東西，所以到底掠到東西像胃酸有冇特別多做一個胃酸到底？做啲安樣什麼，然後講，你一定要講一下，咁講你係講緊咪日本嚟嘅，我看乜到啦，係講台灣嚟嘅咪張國洲腸胃散，你係講我哋嘅泰國烏塔神嗰啲，我是講嚇，符合病人嚟嚇，你有急性情況下，限制使用冇時間去看醫生，好，因為手頭係實體冇一下。然後一個段落，你限制系統，試下去，又降下來，當然按一時性可以。你係咁講，上面容易感覺是胃痛，你是不能講，一直靠那個，你要查出來你蠻嚴峻，好，你嘅心理因素也係講嘅生理。好，生理結構嘅問題，因為心理你係可能為到肝癌嗰啲都有啊，三酸冇情商、焦慮緊張有啊，影響嘅胃分泌，胃酸嘅分泌有啊，影響到安尼那些，你講叫3日5日3、4日你可能按透，唔係看醫生，動物有些有啊，你可能嘛胃酸分泌過多，引起胃潰瘍，也係胃食道逆流，那種事發生，你了解驗得來，這是因為外在因素、工作條件，為了口氣。好，為了養親，好，也為結婚前焦慮啊，對不對？哈，走病還講走病，養親還講，還輪大夜班，又話睡眠時間不正常，食飯的時間冇緊張，因為安來輕輕養養之下，又話那屬於心理的好干擾，咁也是會想辦法克服。對，所以其實大家有發現冇？講像你到中醫先生去打嘴鼓，中醫先生是會講，你係像你心肝肚嘅感覺，讓你感覺會照顧到你嘅身心靈嘅感覺。我記得到大家都分享嘅時候係講，我有啲胃肉，然後大家好啲嘅常備藥，那種唔得是，唔過是像先生講嘅，你當下如果先吃，唔過過後你要觀察。你要觀察自家嘅情況，過去看線上，過去了解咪咪細細聽出來。咁講你講到咧，一般像你哋看電視嘅鄉親朋友係講，當到你嘅婦人家，大家會想到啲婦人家嘅，你講婦人家嘅冇平啦，嚇，婦科疾病嘅問題，其實很多人係講。一下有乜嘅問題，有發癢啊，乜嘅就我去看西醫，咁個要當你咪會講，我去看中醫，因為我來調身體來用嘅，所以後尾也要當到，你同婦人家嘅冇平。
也袂去看中医来调整。妇婴钙的目标来讲哈，你讲哈15、9代哈，我先讲拍台的部分哈，因为拍台来讲的话，实际它是一种分泌物啦哈，是自然一个滑润，还有一个是说给酸碱平衡又哈，对人消灭那个细菌哈，避免那个感染。好，事实上它系安因，但是你也讲，你就了解哪个保护又啊，唔是讲。半夜某时间，它那恐讲你可能感染什么念珠菌啦，也是讲什么个细菌，你看点点滴滴有嘛哈，你看它引起来的那个反应，你拍打出来就啊哈。色什么功用，味道什么功用？那医生的法药哈是为了患者沟通，可能又灰绿的，灰白的，还有黄白，还是绿白，也很用心。因为色还有带有血色。血丝也很用心，用带血丝的讲法，你除了年纪某种用，它代表意义不一样。你讲还有上烟，你可能白带里面带血丝的话，可能是感染嘛，某时你也该外伤，受伤心房过度。老年年纪下年长者的讲法，该是某一天咯。该感染以外有冇，都可能是子宫颈癌，还有子宫内膜癌呀之类的。所以做先生讲的这些事情，因为大家会发现，就其实又系讲妇婴价格问题，大家去看中医的时候，中先生其实会好好去了解，你大概该检讨很容易，然后做啲先让你做一下判断，在判断过后，就讲3年下来到底有西医改变，然后讲中医那边做啲做乜嘅调整，会就佢要下来嘅情况，所以大家讲到嚟，还要多多来讲，所以先聊下，就去分享。当然，就喺繞牆度反攻先生呢度節目地圖，大家來講，大家會發現冇？你講到咧啊，其實係傳達動到嘅觀念，觀念很重要，對不對？建議唔係講到咧一片，用心來做，用心來治療，所以你上堂節目講到，你婦嬰價嘅問題，先生沒有講，還是發覺唐先生講咗，談到很多那些很細節的一種觀察，那些細節的觀察是為作為接下來我們可以怎麼去進行治療，按用嘅感覺。不過講到咧吼，大家會發現講，其實先生你在患者裡面，有時候其實你按用聊着，其實會發現其實是生活習慣、生活嘅習慣重新改，看到嘅問題，所以這個也是很中醫嘅世界杯啊。你講有時候好熱嘅地方，為了大家來分享，錯冇？那種爛到鬧過敏嚟講吧，因為可能鼻過敏部分，你只感覺講前頭凍上跳，但是因為過敏是講一造成紅類是一直打噴嚏啦、流鼻水啦，來講還有啲下燥了掉，那爛到又都上跳，不過其實可能每天都會有。錯，所以講你是第講我是過敏體質，你講多隻環境落去有啲花香的哈，那個花層這個花香的那個味道的過敏，也係講油漆的過敏，也係講乜嘅過敏，還有粉塵過敏。你過敏一定有一個源，對，過敏源，所以你要去買東西洗療又要過敏，所以你要讓到這種雖然說一樣是呼吸道，但你也跟到肺有關係，但是這種你也讓到而且有啊，你平常心沒有過敏嘛？對，好，所以一下症狀是不一樣的。你過敏的原因就話。嚇唔會講咯，筋骨酸軟痛，有人會用扁桃腺發炎，嚇唔會有。所以講，但是話說過敏的人會不會感冒？還是會啊。但是他過敏的症狀跟浪都會剪頭油啊，是有差，還是有差別。好，但是你過敏也是要看，為什麼？你講後上癮係小朋友，你過敏唔可能把又啊影響讀書效率，腦袋注意力記憶力、注意力都很差，所以我建議講你手牽到吼，誰我冇講讓到青菜啦、生青豆啦，唔是看冇要緊啦，反正人家不會要命，對不對？可是那個會影響他腦力的專注發育，這很有關係哈，是動浪費嘅後上人家都很黃金時段，好一點。還有講你用醫生對法作為嘅角色來講吧，有啊，實際上。最主要是怎樣呢？提供患者最優良的未來人生的指導。你動到反家有啊，因為他工作關係、焦慮、壓力大，上轉某傾向，像剛才講胃痛啊問題，引起胃的問題以外，還有的有這種你臭臉又生活為了漂亮，裙子或者說穿的都是那麼
裤子都很紧，很紧，很紧很绷。但是妇科问题的话，因为拍打一些又太闷热或者怎么样，这个部分哦，那我们跳过来讲哈，你牛仔裤挺很，男孩子穿又不利于下面的发育，是，对精虫素的发育素会有正面的那个负面影响因为臭铜球以外你的骨沟弯曲的概有所以讲静脉回流动脉下移，长期的讲话。你下性的脚又还会麻痹，以外还有一点是讲，你会影响到你的子宫期、卵巢期的血液的流通的效率。好，另外一点，你看洗头有进步呢，大家有到后面咧，透过你眼头湿变清烂的时候，你看唔系连冷天湿变都有几乎都什么因呢可能我们讲阴虚生内热，阴虚什么呢？血虚，这燥气机能差一些因为身体五脏六腑产生的热能而代谢出来而对流而靠血液嘛，血总量下减一些其实这变成讲代谢出来热效率下差，是因为感觉贵毒吸毒很少，少一些其实动成会湿变，糟糕了，上面舒服，对。下面完蛋了，你讲你是白带是哈都嘞，月经来痛经，动到你们女生朋友对不对？常常讲食疗两年变下肚的话月经都是会痛。那为什么会痛？因为呢，可以改变那个血液流量，血液流量减一些比如讲，给剥落一些内膜的增厚，太厚太薄或怎么样，它剥落一些扭转肌肉扭转确定的条状态。比如讲肌也有缺氧有没有？所以整个那个是会动痛。所以其实糖性上讲，大家有发现冇？其实妇婴大概你讲一般会好充电感问题，是用心上讲的像经痛经血感问题子宫肌瘤囊肿。其实糖性上讲到了，大家是发现讲，真的。会就是以你轻松膝盖、肾发改习惯，然后你膝盖动系饮食，这种心脏刚有分享嘛，比如吃冰先了解你的体质热冷你所以才会造成安勇感结构嘛。所以失去心脏有时候你讲尿道发炎以款心脏也是些，你发现为什么一直反复感染？除了心脏讲你腹还没走动黑牛仔裤，还没充气很闷热，然后这里跟大概一个清洁习惯有关系嘛。可是有心脏有时候。你清洁的方式，或是你擦屁股的方式，基本会让对，没错。从毛，那是都有一家案例一家80岁的阿婆其实一样，一直尿道跟阴道感染，一直反复感染，一直反复，其实细细没看中医看那是看起手脚活动方便，手啦，可是看起是。眼贵是擦屁股不方便，该用大号一些你照镜像是往后擦嘛，对不对？该其实对头前的带由后面往前擦，对，就是往前面这样擦。那些你等于便是往前面你会在感染到前面。口内的肛门口腹菌改病菌，因为擦的关系带到前面，对，就重新感染。对，没有错。所以这样情形你讲出去不动干苦，动摸方便。因为那是习惯不是除了习惯以外，还有不方便。因为50间以后，它角度拱体，拱体的关系。所以安来听开始给你去后上烟给后上烟卖给免治马桶，不用洗冲的钱用卫生纸浸照，就没有事。所以这样可以开玩笑叫做。摇写的天，后来再也没有发生了。这是另外说我们要观察，肯定是一些你医生的沟通上对，因为这种线上讲的了解理，大家有发现吗？其实你洗揉洗的，重细的揉洗的，一直反复的感染，好像平常心也没有也去调身体，都弄得很好，结果还因为生活习惯重新改。可是线上我要特别补充。而且线上刚才讲免治马桶，我觉得其实对录音家很有用，因为他已经年纪大，免治马桶还有灌钱来嘞。你讲卫生纸饮照的时候嘞，其实我觉得就是针对需要擦拭的部位，就是轻轻的去吸水吸干即可。有时候嘞，真的不要太用力的从后往前，或是从前往后，尤其是什么因，这真的会减低很多感染的
状态。还有一点哈，你讲下沟通一下这种，你刚刚有讲白带嘛哈，白带部分，那些处理叫患者有啊，给西医庭用塞剂啦，用抗生素啦，用外卖，他给每反反复复一直发作，其实每应该小来看，其实每动又好啊，每摸好啊，保个天好了哦，天的2礼拜2礼拜又发生了，沟通以后呢，我们不定有些这个天马行空想多安一两那种，你会这样子，然后你试看看就啊，你女性的什么妇洁易也好啦，飞苏得美也好，拜托你老公又啊，人家老公又啊，下不没谁强就是2个人一起治疗的感觉。对，因为有人讲呢，你感染些男生这边有没有？你那边的一些不管是什么菌感染过来以后，有没有哈？你的问题你。穿到谁来那边心房那些穿到该根部该的又阴毛该不，他男生不会有症状哦，他是外面没有症状，可是他那边的皮屑啦毛屑，它可以滋养人家的细菌哦，你也上面也有心房那些有穿过去，所以人家一直弄，后来我跟他讲就说，你试着看看，好，我也不知道怎么想到，我就拜托给因为人家老公谁气款了，就完全就根治掉了，就再也没有发生了。我用这个方法，我告动都该因为有白带，然后有正常性行为的一些女生，或者说有老公的这个有没有发生这种事情，我台底会给你一句话哈，你是老公该变白，清洁，走要到位，这样的话就反复，要不然。苦的是女生啊，那男生是没有问题，一直看不好，一直看不好啊，对不对？然后又很。然后什么因安的问题有大部分，然后动因动避暑又是不敢讲，又润又是很蛮苦的啦，所以你要点去沟通一下。哦，你要点。师兄先生讲的重点润哈，而且还发现反正先生你看诊好细腻哦，还会看动作手是不是不方便？其实这就是说，其实。看中医他们关切的观点跟关切的点不一样。有时候，连他们也讲中医好啊，西医好，就是功能不一样。可是上新医看西医也是，仅限进去诊间不到30秒，然后嘴巴张开，有点发炎，好，有点过敏，好，下一位。什么嘞？对，我一看，反正性上所以讲，哎呦，你平常擦屁股出席不的姿势是怎么样？其实就是这些小地方调整那样生活习惯，很多问题就自然就解决了。不过讲到妇婴科，其实看你性上讲到，刚才讲到就是分泌物感问题，其实它都什么人普遍来讲都有子宫肌瘤。有囊肿感问题，人家很多东医没会讲我有子宫肌瘤的问题，那有挑性体，对不对？因为肌瘤的东西还有卵巢囊肿、多囊性卵巢炎都有啊，就会引起不孕都。好，先不管，我们讲肌瘤部分是动普遍啦，就有人讲呀，因为生活作息、饮食习惯，然后按你讲高脂肪、高油。现在的吃，对，还会尤其按你也讲就按问题的研究，你还偏台客完研究啊，比较难治疗哦。好，因为你可能也等于说所有细胞都分裂，或者说吸收能力太强了，所以像同样的子宫肌瘤也不会收有啊，去上下胎速率有啊，还有需要的效果一定会下差一点点的。但是你讲按照目标，到底看西医好也看中医好，你原则上来讲你也超过5公分以上的话，有合于卫生署的该规定有是可以切除啦。但是一般来讲，你也讲接近更年期，自然的黄体素也慢慢激素有消退，就减少。所以到底系讲，你讲妇婴科讲到肌瘤还囊肿的问题，其实我小师兄先生讲，佢让你嘅生活习惯，让你嘅食，和你肺中嘅有关系，所以做了卫生强，你嘅向前面聊下，你马查，你等下从你问先生系讲，因为按样问题，到底到食方面要注意嘛嘅事情。那么，昨天要讲到反攻线上来到节目第2啦，大家来分享哦。其实，动心的，你讲3言2语也是昨天讲的。你基本一般观众朋友的一个观念，一个做底去看线上，而且做底用因的判断，你做底去看西医也好，中医也好。不过，你上堂节目还係做底讲到，还有讲到像係子宫肌瘤，还有讲囊肿，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错吗？对，你台底的讲话，你
高油脂的，好像按讲啊，是不太口的油哈，其实下脚太啦。哦，原则上是讲尽量还个让来变来，好，你要东西话尽量莫卡莫咩，好，还太刺激性的。原则上，你防加热液法用，定采集使用活血化瘀的药去处理啦。那一般来讲哦，尽可能些就话是麻烦去西医该做超音波检查追踪，一直缩小的速率，然后也纠正他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穿着的。好做，还有要求他一段时间的时候，好来夯通。哦，因为你爱空用毛病的话，会影响到不孕。啊，不孕的方案就台积是会参考从，你跟你先生有没有去检查？佢嘅精虫数、精虫活力咧都有啊，检验一下，好让地宫嘅问题到底出来。那个佢嘅输卵管完全是闭塞的，完全是吹气吹不会快一些就话不会痛。那经验吼，还是都到30年前那些都有情况这样子是。2条输卵管就是完全100%塞死，是没法处理了，西医也放弃了。那也建议是，可以重要睡觉不醒，2、3年天，怀孕了，那么神奇？对，所以说不是说中医不是绝对啦。我们现在分享就是我们经验值的老师经验值的一些案例，对，也是有这种机会跟几率的。对啊，几率我也有曾经就是说，那几个庆幸那几个高中同学有啊，给朋友。13.6公分这么大一颗很大，13.6。一般来说，很多人这个时候他是本来要切除的啦。国泰医院安排切除20年前嘛，那时候20年前对啊，那时候我是跟他沟通，因为有血崩的现象，一般来讲安室1天而切除嘛。他说因为还蛮强天医，他去上了找个强嘛，所以原则上还是讲好，没关系来试看看。但是现快血就显见不血，血疗个血崩现象是停了嘛，没有血崩，他总没有插脚不去转移。当一次这个建筑的血，大概8、9个多月以后，就降到剩下3公分、3点多公分这样子。这差很多哎，所以其实我应该是种性上讲哎，除了是水肉之外，一定也是要同步调整自己的饮食。对，你不能就像现在，因为你讲20年前对不对？现在有动作改什么？其实从包括癌气嘎，有时候上镜仪照超音波的时候，有一些小小的子宫肌瘤，第一次的时候就我有子宫肌瘤，然后那个。检查的检验师就会说现在10个9个都有啦，就会变成好像大感印度，因为吃生活习惯非常重要。最讲感觉是样样，因为大家太部分然后真的臭年的盘供下多，运动下少，然后因为有系统营养，有系统营养都堵在那边塞在那边嘛，是因为还有点呢，工作压力太大，对，那经验就话情绪然后越容易生闷气，越容易钻牛角尖。错，安乃女性的特色又可以下为就子宫肌瘤，或是那个多囊性卵巢炎。你就是在说我，没错，对。还有就是乳腺容易囊肿，或是乳腺长一些东西，对，几率比较开朗女生会多。可是老师，你要讲到一个很有趣的观念，我觉得人生很有趣。你看容易生气，容易压力大，容易什么？你看这又跟个性有关，然后这样的个性造成这样的情绪反应，勇敢情绪反应造成这样的生理状况。所以其实简单而言，就是你的人生要开心，对，没错，开心的身体就好了，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动英狗不管是重大疾病的还是马改，其实你自己的心境是很重要的。讲得多，做得多，就会难的一件事情哦。所以范江信上应该是做得很好哈。还好，我讲再举个例子哈，我一家朋友民国77年的时候去发现个淋巴癌3期女生嘛，然后可以说现在她在她发病前的10年，后面10几年的同一期的患者人家都有淋巴癌患者。全部都死光，在那医院里面、荣总里面检查的全部都光了，就剩他一个。那我跟他聊的时候，感觉那种你应该有一个比较特殊点，除了吃中药这些他化疗、切除那些都有做，然后中药调理也有做，但是用维马克多利亚一直都没有发作，因为可以学画画。他如果生气，如果怎么样的时候，他赶快就到他画室里面去把那个负面的情绪给解除掉，不要让自己处于一个不开心的一个状态地毒，有吗？所以多利安可能20多年，快30年了，他都还活得好好的。你说人生是不是很难？对，你看阴盛动难有吗？因为阴盛就是会经历很多会影响你情绪的事情，可是你有去调整，然后去训练自己，因为要不然又会造成自己生理上面的一些没错结构哈。
再次的强调，你今日讲到了哈，唔係講老大家講哦，你聽錯用英看，哦，聽錯用英看，我們傳遞的是一個概念，一個觀念，其實還是去找一個你覺得可以配合的，你可以互相信任的一種很好的治療方式。唔過講到了片，其實遇到改問題，我們還可以建議哦，有些東西不一定。应该这样讲，应该赶快先以西医先作为处理，比如像肝炎，对不对？应该来讲哦，一般来讲的话，就当做反常一点，很多一些就会给予建议。好，你感觉你也问题唔係咁單純哈，你自家去西醫解剖，夠透過它那個現代的醫技產生的那個科技的那個設備鑑定，讓了解講你自家到底有冇問題。像那種有的人就話，手腳麻麻怪怪，那塊那種冇乜準，或者講不對，你有可能輕度的中風，你現在就不要做劇烈運動，你趕快去西醫那邊做檢查，檢查確定輕微的中風，住院躺個1個禮拜就搞定了，就沒事。好，舉個例子啊，當然每個其他從其他從心臟病，也係講剛好中風，也肝炎啦，吼，也係講腎臟病啊，對。當然有啲問題，有點不見得很建議，就是說一定非中醫不可，也講非西醫不可。應該說你講一些治療後期，像癌症後期話，你可以先去給標靶藥物當又好，還有去。因為你用化療劑以後，你對他身體上動細藥先，你可以考慮給中醫一個機會，把你身體正氣拉回來，扭轉你的身體的體能體態或者體能體力安因。好，你有重複美容附件部分針灸啦，或者西醫的這附件搭配兩邊這樣子，效果都會比你單一樣好很多。更平的法藥啊，吼，當然你冇建議講糖度乜嘅民間處方乜嘅安食就好，是有點危險性，包括腎臟病、還有一些偏方啊。真的很不支持和不贊同，這樣盲目亂吃藥啊，偏模糊啊，還有挖東牆補西牆更糟糕。所以講原則上西醫嘅檢查，你屬於偏肝硬化，你還是偏肝癌的，或者你只是肝臟裡面或腎臟裡面有小水泡，也容易你了解藥啊，才知道你怎麼樣好處方用藥。加上如果了解嘅，因當形態因機器看超音波找肝改时节，很多时候会讲，哎呀，你的肝有个小水泡，对不对？然后西医就会这样讲，你就持续追踪，你听从安讲嘛，就每半年再看一次那个水泡是长大或是缩小。就像这个是可以看中医的嘛？可以，我建议就話，因為有人就話肝啊，吼，佢命硬化哦，我是一家個患者80萬歲嘅話，特別是在中中央醫院那代，結果佢肝嘅話，地部有水泡，那20公分。水泡20公分了，同咩嘢可以抽水之後又話抽水，好，其實抽水抽的，然後有一次很離譜，聽說抽了12000 cc， 患者這樣講啦，有沒有那麼多我不太清楚，抽12000 cc， 那是不太可能才對的，可能誤差，但是因為它很特殊，是因為它壓迫關係，下肢整個水腫，而且輕輕有句話，西醫把白蛋白這句外膜來處理完全沒效，中藥吃一吃很快，整個水腫就消掉。所以當到問題嘅話，你講肝病也好，藥病也好，你是講看以前是到醫生就話好好。莫講獨臨床按記憶款，你有買經驗麼？他分析對這疾病的了解強度都容易，因為你也可以心理可以評也有天平，然後我看研究啊，談飲食之，莫講食我什麼算那種奶油啦，甚至那啲，從下啲談看醫生講解容易，按個方式又可行嗎？好，你需要莫講也是我們半年、1年、2年、3年按些，唔係你對是1禮拜、2禮拜，症狀有冇改善？有冇副作用？好，原則上中醫的寫法有副作用大部分在下消。好，那見效率沒講凍結，上星期2禮拜、3、4禮拜是一定會慢慢有見效。好，很冇好一些就話，坦白要醫生溝通一下，停止治療沒關係，然後轉到給大醫院。當然。
不建议患者一直更换医师啦，不见得一定要更换医师，安内法药治疗效果会很模糊。其实唐先生讲起来，简单讲来，老大家讲个小结论是讲，你还是要用心的去观察，看一个改好狗，但那个没有一个是绝对的啦，对。不过还讲好养宠改疾病，就是师兄先生讲为中医到西医可以相互的配合，所谓的配合，那讲你同步在吃2种药，还讲用你可以提到西医改变一个比较缜密的科技的机器来走治疗，那中医其实可以讲好重大的疾病都还有起改时间，你走得看走得挑容，你自己身体来容易，节目都最尾2分钟哦，是寸够2分钟听头先生，不然1分钟的时间我大家咧讲下，看中医莫从基本要用法重法短用去看先生，对不对？原则上莫法重啦法重高度慢免以外，你望闻问切，中医莫讲叫嘛机器来检验以外，所以看见面色，还有味道。你莫讲慢嘴食了，该酸透味啊，该有啊嗅到味是皮到你到底问题就内脏有没有发炎，有没有溃疡这样。还点是讲你莫讲药個混嚟混去，混嚟混去，喺某種透過某些人就拿來選，喺拍啥西個啊，你也拿來選，類似這種的一些行為有沒有？小習慣不太好，其實你這真的是最後的溫馨小叮嚀呢，對不對？是這種很中醫改時間，因為線上給望聞問切嘛，你就是素顏也不宜看啊，莫以心嘛，個東西是到你個什麼又嘛個色啊，你個氣味有時候對於中醫師來講沒動重要。線上還有一個溫馨小提醒是講，不要隨便找個石頭擺留下來給繞個不過個牙洞打慫揉沒有什麼好打慫嘅哈，所以基本東方醫做啲繞牆同線上喺度聊片，然後大家來分享按到過年到地區，其實講聽，你希望家家找個繞牆辦公線上喺度節目啲咯，大家來分享，所以基本東線上喺度聊片，然後大家來分享，我們很快就見面，做點好，好，希望大家好，3年後來做認同了。